做两个大型的中医代表，加上咱所有建议五代卫生，咱二手代德先，伊就点位配合伊，咱今年的运会，咱目标的主，帮助你政府建议代表，我来宣传鼓励，那么他们建议叫这一年，这讲师班来跟咱各位专员来共同学习。那么当然因为较准书班呢，还是比较好读，合法就是直接来学习。那么合法伊若要学习这个公孙之篇呢，本来合法是伫个4年教育班呢，要来学习这个课程，但是呢，咱礼拜天希望和咱节日都是公布袂当读，所以呢，这个师班爱合法的伊个公孙秋篇呢是协会班学习。但是非常的心痛心痛所以咱的节目这老菩萨呢，听到这名字较困去但是学校若是尽量学习，一定学心境呢，要如何来成绩迁出？因为经典是这2000多年，咱研究到这阵真侪咱研究论理的时阵甲咱研究历史，咱王炳文主甲咱徐老师拢甲咱主笔讲以古以今。甲咱电脑师咧讲金黄金相款伊即摆为虾米咱讲在这金黄金是不对的，只有咱照着圣贤经的脚步去学习，这要如何学圣贤？那么咱要如何了解咱的纪律会？对一定爱有五大条件，一件通知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年内底，唯有圣贤因所留来精神甲因的言论呢，是无法度互世俗的人来推翻的。那么，是咱唐太宗的时阵，伊就讲句话，是讲咱人呢是以大为正。过去唐太宗的时阵呢，初早时代无正嘛，无土水田的正，是以大为正。那么以大为正要怎？就是要端正着咱的帽啊，咱的衫，正衣冠。那么而且咱以古为正，就是咱知影知天体。那么这一年内底，我时常咧来做一个体会。太阳是红亮的，说咱北中是带的波团或者这个一年来，这讲咱大致的电路网。那么这一年来，咱们如何来帮助人的信心？我拢来体会第一课宗教。那么在宗教有不一种宗教，有自由动静的宗教，那么嘛有四书五经，能够互咱研究。那么伫咱一贯的教育内底，学校拢家己安尼沾沾自喜。为什么沾沾自喜？就是讲，咱今日信这一贯天道，咱做经历经前这一年内底，互咱研究精进。我是上正足侪人参与着主题好啦，当然主题因为咱研究广论，就是四书五经的一种的深刻。那么学校家己看过呢，我感觉讲，现在咱科校人讲话讲。咱研究这唔只叫做成绩，因为伊有参加着咱4年教育班。那么去听了班的论语名，杨永平先生讲的，这论语学而篇了，嘛毋是讲学而篇，应该是讲大概论语的一个介绍。那么伊就甲我讲，伊讲若拄仔个讲师是13年，那伊只甲我讲论语，我甲讲过去的学历13年，我无清楚，因为是咱爱承担的。那么今日伊有法度人甲论语讲甲较深入，不过就是咱道场内底不断，道声、道文、道传、道书，而且过程内底，注意对论语呢更加进一步，而且理性。所以而且咱学校学习的过程，咱学